来生个干着人家，又问前程富山马家个最高四大豪门，真是菩萨保佑个根门亲自成亲，终身爹娘做主个阿内不为不肯个不为不肯。不错，阿内素来听我，有道是家不穷的人家嘛，总归是富的人家好。我要拿掉根门亲事嘛，阿内会得答应我，让我喊伊出来。哥妹啊，娘来打喊侬啊，来了。女儿告诉哎呀，阿囡啊，做娘个好几天嘛，看见侬下楼来着，侬个脸色为啥会得噶难看了？肯定一定是有毛病都在，快去医生来看。啊，母亲，女儿母病，不用轻易我看侬年华几岁少，今啊是
意，也为婚事天家门。阿暖用去把心宽阔，娘与子与么操当地，端正和把心花意，差人送到花家门啊。去亲，听说母亲要大婚，好似霹雳当头听。母亲啊，何不是第三下死人，是官家子女成亲亲，岂可以马配上我娘啊？有啥关系啦？衣服同衣服呀，哪会衣服是哪娘做出来的？可是天我同行的呀。媳妇才是定下情，我不愿丧妻挂儿名，总算我家都平安，我家父官员同受平，哪怕他风沙四边月当灯，哪怕他日夜扛菜而关心，母亲一旦拉婚要锁门来，怎为老母且下婚？我还光用到吴家去乞苦，怎样对得起侬老母亲？我为了侬个肉宝贝，讨那个娘就陈啊三里。东当厅，哎呀西当厅，当厅的富豪人家有一门。就是富在马家门，马家是一门个三居人，长子名叫马东进，次子名叫马东啊人，三公子名叫马东兵，年方28春，与阿内是同年同月同时人，上得来是血脉滚长个微微胖胖个神神等等个圆圆稳稳，万事个辛苦个我巨人。等侬阿奶来配成婚，领子个灯笼啊无此音，再是一举人步上高官运，长乐还好谁啊一生。
侬状元夫人三位的，举人那是闹得稳。啊侬到搿种个人家去做人，侬讲诚心是不拉诚心母亲，莫道他家三举人，哪怕他三定家当中儿名，荣华富贵何自己，四大难容女儿心。阿嬷呀，为人在世嘛要有财有势，有的吃有的穿，侬搞到马家去嘛，让得侬想想是多少个威风嘞！阿嬷阿侬公公名叫马西光，欲要整理八公老爷坐正堂，也愿参也去牵上，把里个方圆是陈大王，开启那18般吃宝店，24盘这样端餐，也在不平家身旁，三路木头大米行，暖和早做草地，九万张是毛竹岗，农田西地为全场，在杭州开完开，那7万个人类是八百灯啊！长弓短弓无啊金呀树，我的是你们发勇敢，两个我的公举吧，哎呀两个我的灯笼来送走他，两个我的来送长，两个我的灯笼来洗衣裳，八个我的我是暖侬的时候不要扯忙，侬到仔细想想看，搿种个人家是阿风母亲，虽夸马家父亲人，儿才孙女早已闻，马家是放高丽盘穷人，强兄霸道在五三村，家的灯调动村，巧在西区来把心，上代祖先太缺德，下代儿真难操生。哎呀阿妹啊，这条狗村是哪个？伊拉村出去是从村，村进来是青村，粮出去是拖堆，粮进来是小堆。这种家都是两种人家呀，同是个般穷举，弄错个冤啊！这什么家的来调动城，放纵你来盘穷人，家
把酒将人心，将本距离是真经。要晓得，当国之人不为得财，今生人生要用情。像那个穷鬼无月灵，因为人家怕关心，遇到事吃不穷来穿不穷，盘算不着要一死拼。长夜桃，阴水思远莫忘本。娘哭泣，当年生受无家恩，记得公公无正法，礼不牵挂看朝廷。想当年无愧忘了要问在东人宫的来报恩，煞非无家恩在先，生家也能当自己。虽然是公的去世家病，要令他立志多上进，而信他龙困千岁为公子神，平安上青云。哎呀娘啊，于是让需要三思忖，莫做忘恩的儿女。哎呦，反农死农刚那两万恩财，那个我家的恩我老早是报过了呀。那伊拉屋里向天火烧个辰光，我还派人送去东西我烧，把面一对嘛黄头五升，棺材一把嘛稻草一担，外加铜钿八百。啥人晓得个穷鬼不生？哎，我就是让伊退婚嘛，我也不让伊白退呀，真心送伊银子200，让伊另讨一个。从道理上讲嘛，那娘啊讲得过去了呀。阿囡啊，做娘的回来回去都是为子侬好呀，阿囡。到马家去做人，做娘个子也么操当亲，谁
动起心情书发情，娘家弄哎呀三八地，三八地，说破坏花是这不成，女里草坡土家鸡，才是靠穷十八零，金银碎是样样女，我这个弄真是莫闹两三生，这里个红掌娘女辈，阿来弄应当听娘这里红掌家女儿，身上拜见老娘啊！娘，何不依照女儿意，家长陪送我女，我父再不随领我，光靠地狱错意，一代金王钟馗，我呀母亲要算大恩。嘿，你是马家去做你，这里红掌娘答应，个汤子要到我家去，干那个军规就不鸟领，个婆婆的一个大操心，垃圾灰人娘发啦坑。只要女儿到马家，自己是要东山上心生。哎呀，阿囡啊，我娃要到我家去吗？是啊，要到我家去。跟女儿那个人，我还是有看见过啦。母亲，女儿走过差步，怎能见得？哦，女儿那个人，我没看见过啊。昨娘个到了城隍庙里，老早看见过了呀。阿囡啊，一身打扮不太歪，经过这栋为过台，个台台里向上郎哎，个这栋里向看俺菜，走一步郎俺都来，我一拍个走两步，哎这个啦。我一拍个大户人家去讨讨，个小户人家去个讨了着，个有的去，个讨不着，都别只好我起来。夜里想到郎庙骨头去安财，东来你不什么做好的，我做来东当靠背么，先是背在身上给母亲，写书的是什么东西？写书笔侬不晓得呀？写书笔嘛，就是写书，为的像个打错了。一困困到半夜里，我有啥样我拉宝贝，个轮到啥个我宝贝，个不是为的对当对，个最终脖子想行为，跳着我来么真理比我的亏当亏，要想追么就跳开，俺俺西巴比牛我发了气，为啥要跟他玩啊呸！母亲娘
我的那与夫到底，相公他贵在子，重在应，他苦苦定位那娘年纪我了半不相信，从来没听说过穷人为的翻身过。穷人翻身过来胎儿生于老娘庭，想当年扬州过李文静，岳父未必要拉婚，二小姐本是严淑女，在那把花台上夫妻人，关于故人李梦珍，他的妻是相国之女关翠萍，到后来梦珍的从长远郎，去杀那当朝宰相也穷张直播啦，像八股一样，比李梦金啊、李梦珍啊，你让那娘不晓得了。伊拉么是为的翻身呀，伊拉心性的好呀，通通姓李。李弄到是啥个李呀？李是他接大李的李呀，所以为的翻身。哪个男人姓啥了？哪个男人姓吴呀？吴弄到是啥个吴？吴是我吃开啥个吴？吴云阿拉对飞寻翻身嘛命嘛主管嘛命。哪个男人啊？这三个是非要的翻身噻？谁要翻身啊？做娘的道有一比。母亲，你将他比作何来？谁要女人转翻身？过来！鞍山劈开边望京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天时开河激动林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冒着脑袋到深根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浪漫吹我三寸心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烧在冰里出动啊身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阿旦铺路到南京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来风的搬家到北京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龙康好村土转身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王权出国变麒麟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无忌脱国变我拉身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八相铺开放拉丝里有几为外问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里个嘟哒飞过个三头兵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东洋大海就会下沉，谁要女人转翻身？若有谁继承兵，可谁有人样为照应个哪个男人为翻身个？他这个样我照应个要翻身啊，金山真是难翻啊！身。母亲她话是公正，此人
的是女娃，他的做是婚人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要王母娘娘起红人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28岁来迎聘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金钟玉女来提红灯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四大金刚来做抬轿人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新娘邀请观世音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站里邀请李洞宾，咱要女儿到马家，要祭天他真来唱戏文，唐玉一见百不成立，竟是虚相儿侬把我杀害，侬把我杀害，谁过来打翻结婚？那娘又不做了儿不休，叫那娘就通报莫公子知道，多大些将军将侬个人好比是老鹰头小鸡不死我吞天鸡，这个扎到魔家去，娘侬看看那娘的眼色，我对面的我气都不能气生，对了。是为子侬好呀，侬要不肯起来做娘啊，不要侬硬气。爹。